至於美國針對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啟動反封鎖行動嘅細節，今日就同大家爆一爆料啦。同時，伊朗封鎖海峽嘅細節都曝光咗，真係幾有趣，完全唔係我哋想象中嗰種情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話題。第二個呢，就係伊朗戰爭到底點樣收場啦。咁川普就超級樂觀喎，到底發生啲咩事呢？呢個就係今日帶俾大家嘅第一個話題。咁另外，川普最近已經警告習近平咧，唔好援助伊朗。咁習近平會聽話咩？中共會聽話咩？連俄羅斯都會聽話咩？呢個都係今日帶俾大家嘅另一個話題。仲有啦，美國華府最近召開咗一個叫做黎巴嫩同以色列嘅和談，基本上係創造歷史，開啟咗一個前所未見嘅中東和平聯盟。咁又係點樣嘅情況呢？咁另外咧，就我哋前幾日同大家講過咧，匈牙利大選變天，換咗總理，佢又會帶嚟咩變化呢？咁呢個變化其實各方都冇睇到。好，歡迎收聽同收睇方偉為你帶嚟嘅 Good Morning America 早晨美國節目。YouTube 嘅觀眾朋友你睇好，希望矽谷調頻961嘅聽眾朋友都好。好啦，我哋而家直接講下美國嘅反封鎖已經曝光咗咩情況呢？就因為今日朝早8點，美國嘅國防部長海格塞斯同佢嘅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海恩將軍定期都會出嚟同媒體或者美國人民講清楚，依家伊朗戰爭嘅情況係點樣。咁今日第一次啦，中央戰區司令部嘅長官叫 Brad Cooper 嘅海軍上將都加入咗。咁呢3位首長呢，係第一次一齊參加呢個所謂白宮嘅新聞發佈會。原因就係因為咧 Cooper 上將啱啱由中東翻嚟，佢去咗前線接觸部隊，因為最近有啲變化嘛。今個星期一朝早10點開始，美國軍隊嘅戰法就變咗，由攻城戰變成圍城戰。呢個係方偉講嘅，基本上就係一個海嘅封鎖戰啦。咁呢個情況到底係點呢？打法梗係唔同啦。作為司令長官，佢就要去前線搞清楚喺部隊嘅執行緊應該做嘅任務，同時呢，佢都會去前線嘉獎嘅人。咁第一線有功勞嘅部隊同官兵呢，基本上就3個人一齊向美國人民做個報告，講下而家海灣嘅情況係點。咁回嘅情形係點呢？佢都係第一手最新嘅消息嚟嘅。我哋都知道個背景就係星期一朝早美東時間8點，美國開始封鎖所有進出霍爾木茲海峽、停靠伊朗港口嘅船隻都被封鎖住。其實呢個難度好大，用海恩將軍嘅話嚟講，最似一個超市。你知啦，一個超市入入出出好多人啦，大家都去買嘢，但係呢，你要揾出嗰啲買某種嘅或者專登停咗伊朗嗰個櫃台嘅人呢，將佢哋識別出嚟，捉住拿住，然後趕翻去。所以第一樣嘢就係情報一定要好準確，唔係嘅話，如果唔捉咗好人點算，或者漏咗捉壞人又點算？第二樣你要有決心去睇住佢。大家都知啦，佢郵輪好多都係超級大郵輪，一隻就幾十萬嘅郵輪，佢死命向前行，你可以點嘅？佢點樣做到呢件事呢？我哋都知呢，美國海軍擺咗12艘，唔止係海軍，仲有海軍陸戰隊12艘戰艦喺度。喺霍爾木茲海嘅出口嗰個安曼海灣呢個位就拉咗條直線，由北岸拉到南岸，拉咗條直線啦。呢條就係封鎖線。任何想通過呢度大家見到嗰條即係虛線啦，其實呢個就係嗰個叫 Brad Cooper 嘅上將，佢哋整固作戰地圖，我哋就截咗個圖出嚟俾大家睇。我哋平時用嘅就係呢張圖啦，所以嗰條曲線就係封鎖線。凡係經過呢條封鎖線嘅船，如果係違規嘅，都要睇住趕翻轉頭。OK， 點樣做到呢？而家呢，有12艘美國戰艦、12架飛機，同埋1萬名美國水兵同埋海軍陸戰隊。庫珀將軍話：我哋嘅情報非常準確、豐富同及時，邊個喺邊度停靠，我哋都一清二楚。至於我哋主力攔截嘅艦隊呢，就係由呢啲叫做伯克級嘅驅逐艦組成嘅。喺伯克級驅逐艦呢，其實都算係細艦，長度大約500米，重9000噸，上邊有300個水兵，可以話係軍艦入邊嘅跑車，行得非常之快，1個鐘頭可以行30節以上。咩叫30節啊？即係每個鐘頭60公里嘅時速。你覺得60公里好快咩？咁陸地可能唔算咩？但係海上就真係超級快啦！呢架就係海上嘅跑車，所以啲咩船可以跑得贏呢？喺美軍伯克級驅逐艦，呢個就係第一點啦，跑得特別快。第二點呢，呢隻驅逐艦呢真係武裝到牙齒，英文叫 all armed to the teeth， 可以打空中，可以打艦艇，可以打陸地，咩目標都打得，裝備齊晒。
至於第三點咧，最重要嘅就係佢上面最重要嘅武器係咩？佢話係我哋嘅水兵。一艘艦上面淨係得300個水兵，但佢哋日夜備戰，叫做7日4七，24小時都係備戰狀態。如果要開打，收到一個通知，分分鐘即刻可以開打，就係備戰到佢嘅程度。其實上邊好多都係18、19歲嘅新兵嚟嘅。至於軍官咧，都係23到25歲左右嘅軍官啦。但係美軍俾咗佢哋好好嘅培訓，令到佢哋嘅後生都可以掌握到世界上最強大嘅武器。總之，大家點做呢？就係見到有艘可疑船過嚟，美軍就會追上去，然後喺美軍驅逐艦嘅艦橋上邊有個後生嘅海軍士兵就會攞住喊話器，但唔係諗住喇叭啦，肯定係用公開頻道嘅喊話。我哋一齊聽下啦，睇下呢個喊話聽唔聽得出嚟？大家一齊聽下。停止前往伊朗，如果你下一個目的地係嗰度，喂，呢度會被登船檢查同埋攔截。絲綢號運輸船，請即刻掉頭，準備接受登船檢查。而有收到呢個封鎖令，請回覆。我哋會用武力，美國海軍全部已經準備好強制執行。OK， 聽得明英文佢可能聽得明啦，我就唔逐句逐句翻譯啦。大概意思就係話呢個係一次攔截，係一次合法嘅攔截，唔好突破我哋嘅封鎖。OK， 如果你真係要咁做，你所有艘船，我哋會攬住你，你必須翻返去原本嘅港口。如果你唔聽，我哋會用武力，美國海軍會用武力執行。結果係點呢？結果就係嚇親人，唔通3艘船會一條一條乖乖攞翻去咩？咁所以呢，富珀就話我哋展現咗 World Class Blockade 世界級水準嘅封鎖。大家都知星期一朝早10點開始封鎖之後呢，12點半就已經有第一艘想衝關嘅船，但係最後呢都俾人攔截咗，要翻轉頭。到而家為止呢，已經有13艘船俾人攞住，佢一艘成功識別到啲船嘅一艘成功衝關啊！佢哋叫做 Run the Line 啊，咁我就話係 Jump the Line 啊，係3艘船一齊堵住嘅試過，但係到而家為止已經有130艘正常嘅船順利通過。咁所以霍爾木茲海峽喺某個意義上其實已經算係可以通航啦。大家都知啦，正常嚟講每日有200到300艘船通過，而家已經有130艘啦，其實都唔錯啦，超過一半啦。咁呢度就有好多坊間傳聞話咩中國船有4艘出嚟去咁樣，仲有咩復興號成功闖關啊，大中共軍艦大信號護航啊，全部都係假新聞嚟嘅。其實復興號係有經過海峽，不過過咗之後就俾美國軍艦逼翻轉頭，原船原路翻返去。佢嗰4艘所謂中國船，其實唔係同伊朗做生意，係買其他海灣國家啲油啫。所以美國就攞咗嚟俾佢哋出嚟去啦。因為美國咁樣嘅船呢，主要係喺伊朗運去中國嘅船，搞到中共真係好體面。所以淨係可以用把口去打敗美國封鎖啦。因為你喺海面上根本打唔破人哋嘅封鎖嘛，你唯有用把口講，反正講句又唔使打草稿。係咪先？又唔使打草稿啦，所以咧，其實就同伊朗用把口話要封鎖海峽一樣。所以下邊咧，我就要同大家講伊朗點樣用把口去封鎖霍爾木茲海嘅。而家美國喺呢個海灣度，喺哋嗰啲水雷系統，即係掃雷系統，已經揾咗差唔多5日，都揾唔到一隻水雷。咁到底發生咩事呢？水入邊係咪真係有水雷，定係根本嘅水雷？所以而家睇落去，伊朗封鎖海嘅大概都係靠把口啦。喺報嘅水雷都係用把口講出嚟嘅。咁你哋覺得呢張圖點啊？我俾大家睇2張圖，一張就係呢張，仲有另一張圖。你哋覺得邊張圖比較啱啊？即係用把口噴水，個水雷就冇噴出去，噴到成個海灣都係水雷嘅。其實都係講笑啫，講笑啫。呢張圖大概都係 AI 整出嚟嘅，意思就係話伊朗其實好有可能根本就冇落過水雷，係咪先？因為佢早期話佢落水雷嗰陣，佢落咗落去之後，佢自己嘅船點算啊？佢水雷又唔識分人，只會炸敵船，唔會炸自己船，可能咩？唔可能啦，所以好有可能佢根本就睇落過。到後尾佢真係決心要落水雷嗰陣，2日內美國就已經將伊朗嘅布雷船全部打沉嘅。交報都冇得報咯，所以最後淨係可以用把口去報啦。佢膽細嘅人嘅有冇用？梗係有用啦。
因為3200艘船同10萬個船員塞咗喺波斯灣入邊唔敢喐，就係因為船東俾人嚇親。咁除咗水雷之外，仲有一樣嘢就係發射無人機同導彈，係咪先？但係到而家為止都係用把口講咗，一粒無人機同一支導彈都未發射過，係由上個禮拜六開始計。就係美國軍艦開始入咗霍爾木茲海峽之後，庫珀將軍點講？佢話伊朗第一嘅海軍，第二嘅情報，佢話佢根本嘅所謂嘅 awareness of the domain 呢句講得好官方，咩意思啊？即係話邊個國家喺船喺邊度，佢都唔知。對面有艘船過嚟，到底係邊個國家的船，咩情況，佢完全唔知。即係話伊朗嘅通訊系統俾人打到咁樣啦。甚至佢哋而家送信都係嘅，叫做官員送信啦。特朗普仲笑㗎，佢話送咗無信，揾個細路仔踩單車送張紙條，呢個就係伊朗軍隊而家嘅通訊方式。所以邊個國家喺船喺邊度，伊朗都唔知佢點樣打擊人哋啊！就係咁嘅問題啦。所以簡單嚟講，伊朗對霍爾木茲海嘅封鎖已經超過30日啦，封到全球都用唔到，好大機會全部都係靠把口講，靠嚇人哋完成呢個封鎖。但係咧，你嚇人啊，你嚇人唔係咁代價噶，你用把口咁封鎖海峽，就等於俾喺美國一個反封鎖嘅正當理由。咁而家美國唔單止喺海峽嗰條線封住所有嘅伊朗港口停靠嘅油輪同貨船，同時美國仲喺全球範圍內追捕載住伊朗石油同貨物嘅船。咁所以咧，而家直接嘅太平洋已經開始，美國海軍直接上去攔截伊朗嘅船啦。當然你話點解去到太平洋呢？講真，99% 呢啲船都係運去中國嘅，所以呢，基本上就係全球追查啦。所以伊朗等於係自作自受，報應睇得好快所以呢，情況就係咁啦。中央司令部都講得好清楚，咁今日都話句呢啲被制裁嘅伊朗船隻同埋涉嫌協助走私嘅運輸船，而家美軍可以喺全球任何地方登船扣押。而且咧喺太平洋已經發生咗，咁所以咧簡單嚟講咧，幫伊朗運油嘅佢有個叫做影子船隊，入邊有570隻船，而家全部都面臨美軍追捕。大家睇到啦，呢個係咪世界警察喺度發威啊？全球執法，你有咩好講啊？就係世界警察唔係咩？服唔服你都冇辦法。喺伊朗而家有咩反應呢？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嘅軍事顧問叫做雷扎伊，喺發咗一條片，話美國喺霍爾木茲海峽嘅軍艦已經進入咗我哋伊朗嘅打擊範圍。咁而家咧，佢就喺我哋導彈發射器之下，我哋嘅兄弟好大機會已經移動咗導彈發射器，而家正喺瞄準阿伯拉罕林肯號同埋所有美國軍艦。咁佢而家全部都喺我哋射程之內，我哋會將佢哋全部擊沉，唔會俾任何一艘走得甩。你睇下，淨係喺度口水戰有咩用啊？最緊要係你有冇實際行動啫。你淨係講有乜意思呢？所以我哋一齊睇下之後會發生咩事啦。仲有呢，美國嗰個叫做財政部呢，真係唔甘示弱，財政部都出招啦。經濟史詩之爐，因為伊朗戰爭美軍嘅代號就叫做史詩之爐嘛，係咪先？而家就叫做經濟史詩之爐，即係查封伊朗官員嘅海灣國家嘅賬戶同埋全世界各國銀行嘅賬戶。查到之後，第一步就係凍結資金同埋資產。呢度包括海外6個國家，海外6個都係心甘情願嘅。呢個簡直就係伊朗亂咁打我哋都冇乜表示咩？咁就喺你哋嘅賬戶出嚟俾美國，美國財政部就即刻封咗佢。OK， 另外財政部仲俾咗2封信，中共銀行呢，2間中國銀行收到信，但係貝森特部長就話我唔會點名係邊間，但係呢，喺佢信入邊寫嘅，如果我哋查實你哋同伊朗做生意，我哋就會發出2級制裁。咩意思呢？即係話令到呢啲銀行喺全世界都做唔到生意，佢就咁勁啦。所以咧，同時咧，喺今日朝早嘅新聞發佈會上，布萊德將軍就話，有記者問話已經打咗45日仗啦，係嘛？睇軍心點啊？有啲厭戰或者咁啊，大概就係咁嘅意思啦。咁唔知啦。庫珀將軍就話，伊朗戰爭令到人好振奮啦，而家唔止係野士兵，佢話1-2秒之內你就會知佢哋完全冇乜同厭戰情緒。咁即係話士氣真係好高昂啊！唔止咁，成個伊朗戰爭都令人覺得好振奮。美國入伍嘅後生仔而家都超級踴躍。今年美國空軍同美國太空軍都提早5個月完成嘅招募新兵嘅目標。不過陸軍同其他軍種好快都會公布，應該都會提早招滿晒嘅軍人。
喺戰爭部長海格塞斯就講過佢嘅説話，佢話過一個笑話，佢話你知唔知道世界上最強大嘅4支空軍係邊啲？係邊啲國家嘅空軍？大家估唔估到啊？世界上最強大嘅4個國家嘅空軍係邊啲？有冇人知啊？可以打個字出嚟答下。你如果知嘅話，證明你真係好跟得新聞啦。佢呢個海格塞斯講嘅答案呢，真係冇人睇到嘅。哦，係啦，你冇睇下。如果真係有人估中嘅話，我會冇辦法送個獎品俾你嘅。送你一套書啦，好唔好？電子書，我哋呢個叫做嘅共產黨送俾你呢套電子書，好唔好？估唔估到拍個3、4講咗啲咩？好，有人打字嘅同時咧，提大家記得 like 同埋訂閱，開埋個細鈴鐺，好唔好？新嘅觀眾朋友啊，可以睇下呢個叫做訂閱啦。好嘅，咁樣你就可以即時收到通知。海克塞斯講，第一最強大嘅第一支空軍係美國空軍，啊。第二支空軍咧就係美國海軍航空兵，第3就係美國陸軍航空兵，第4就係美國海軍陸戰隊嘅航空兵。總之，世界上最強大嘅4支空軍全部都係美國嘅空軍啦。佢講嘅其實都冇吹牛喎，因為呢4支航空兵啊，無論係軍費啊、軍機啊，佢哋喺全世界確實可以話係排第一，打擊力都係排前4名。咁所以咧，基本上空軍呢個範疇咧，都俾美國完全壟斷晒嘅。係啊，每個軍種自己嘅空軍都大過一個國家嘅空軍咁滯。咁今日咧，呢個 Brad Cooper 又講咗類似嘅說話。佢當然唔係將海格塞斯嘅說話原封不動咁搬過嚟。佢話世界上最強大嘅4支軍隊，一個係以色列軍隊，一個係美國海軍，一個係美國空軍，仲有一個係美國陸戰隊。佢係個海軍上將，咁點解唔講陸軍呢？陸軍肯定會對佢有冇意見啊？哈哈哈，講笑啫。總之啦，佢就話我哋海軍嘅力量真係非常非常強大，依家真係軍心振奮，士氣高昂。咁今日嘅新聞發佈會咧，呢個海格塞斯仲鬧爆咗啲媒體。佢話我哋做咗嘅出色嘅軍事行動，你哋咩都唔報，只係識得批評抹黑，專登揾咗缺點出嚟放大，用放大鏡嚟揾咗缺點，咁樣真係好唔啱。就係寧願好似企啲美國對立面咁都得啦，唔理點都好啦。基本上跟住有記者問：咦，咁胡塞呢？即係紅海南邊嗰個曼德海嘅，佢哋會唔會封鎖啊？胡塞會點做？佢又再講多次，話到目前為止，佢話胡塞到而家都冇參與入嚟，咁出手啦。我哋都知胡塞喺前幾日戰爭開始以嚟一直都冇喐手，直到前幾日先發咗2枚導彈大仗。以色列被以色列截咗之後咧，胡塞就靜咗，之後就冇再出聲啦。海格塞斯話係因為1年前我哋打過咗佢一啲嗰陣時佢哋封鎖嘅紅海，大家記得啦。嗰陣時嗰個咩嘢嚟嘅？嗰個手機短信用 Signal 嗰個 app，最後都洩漏咗出去，搞到叫做 Matter 咩嘅，最後咪落台咯。最後去做聯合國大使啦。原本係國家安全顧問，就係嗰件事1年前我哋打過嚟嘅一啲，依家冇咁好猶豫，唔敢大膽咁去鬧佢哋嘅主子啦。特別係伊朗俾人打到殘咗之後，佢就唔再係佢哋嘅主子啦。佢實力幫手，仲算咩主子啊？所以就係佢嘅情況。咁所以咧，紅海封鎖咧，未必真係會發生。呢個就係咁講嘅意思啦。咁跟住記者有其他問題就問國際艦隊會唔會咁啊？咁之後會唔會護航嘅商船啊？咁海克斯就話應該會，但係到而家為止，佢哋淨係講佢實際行動，佢話佢哋應該自己武裝自己啊。咁所以大家睇下啦，川普政府係咪真係為咗歐洲國家好呢？唔單止叫你哋要多啲軍費武裝自己，仲叫你哋要開發自己嘅北海油田。如果美國真係咁自私，應該含得歐洲越嚟越弱啦，唔好武裝自己，唔好開採油田。但係川普就話你哋要武裝自己，要開採油田，要自立，係咪先？你話咧佢係美國自私咩？雖然川普講咗有時比較直接嘅粗魯嘅，但其實川普個心態大家都睇到，佢就好似個大佬咁，為你好，良藥苦口，幫咗細佬細妹自立。其實佢咁樣幫助說服有時甚至鬧人之下，無非都係想佢哋自立啫。但係細佬細妹反而要反面做仇人，真係所謂3米恩鬥米仇咯，俾少少好處，你會記住，長期俾好處，一唔俾就反面。咁呢個係咪就係而家世界嘅局勢呢？好啦，咁我哋而家講下呢個話題，講咩好呢？
川普警告習近平之後會有咩後效應呢？好啦，講之前快啲同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就係我哋贊助商嘅消息啦，就係 Genox 黑高芝啦。咁西洋參黑高芝最近貨源充足，落單即刻可以收到。綠色黑高芝嘅朋友都知啦，因為佢係膏狀產品，每年5至9月天氣熱嗰陣係會停產啦，唔會生產嘅。其實咧1年得大半年時間可以生產嘅，所以成日都會斷貨。今次廠家已經全部補貨到位啦。而家落單都有現貨供應，而且輸入優惠碼方位咧，仲可以睇到85折優惠。有需要嘅朋友可以把握今次商機啦。咁好多人平時用呢個西洋參嘅泡水飲，其實吸收率唔係咁高嘅。而黑高斯咧就用咗9蒸9曬呢種古法工藝，佢嘅吸收率可以提升上去，將大分子打碎做細分子，唔單止唔會損害營養，仲可以提升營養嘅吸收率，可以高達95%。呢個都係點解我一直推薦呢個黑高斯嘅原因。推薦俾大家嘅原因啦，就係佢特別適合3類朋友。第一類就係關注血糖代謝呢方面嘅朋友，第二類就係容易嘅體力跟唔上嘅朋友，第三類咧就係希望提升日常免疫力嘅朋友。所以上一批嘅黑高芝就係咁，真係俾人搶到清光啊！即係搶購一空啊！廠家補貨都花咗好耐，有時搞到有啲觀眾朋友要等喺度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啊。至於我哋小編咧，過年嗰陣都買咗4支噶嘛，到最近啊先至睇到手啊，我見真係好搶手啦。今次啱啱先至補翻啲貨，有需要嘅朋友就唔好再錯過啦，快啲落單啦。好，咁而家同大家講下呢個叫做習呃。川普話寫信俾習近平，習近平都回咗信啦。咁到底咩情況呢？中共外交部就話啦，外交部長王毅喺15號同伊朗外交部長阿拉奇通緝電話，咁就敦促伊朗努力恢復霍爾木茲海峽嘅通行。咁好，咁當然啦，呢個背景就係啱啱我講嗰啲啦。川普警告習近平話：我聽講你哋有啲俾武器伊朗啊，有啲啊。習近平話佢唔會俾。OK， 依家網上傳緊啊，話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叫郭樹坤啊嘛。郭樹坤就話有啲國家領導人講佢要小心佢哋嘅事啊，咁就否認咗呢件事。咁呢個郭樹坤呢個消息係假消息，唔存在嘅。所以咧，直到而家都冇人去反駁川普講嘅呢件事，即係話我警告佢習近平呢件事，冇人反駁，中國都冇反駁。當然啦，川普嘅意思就係話，跟住川普又講，我幫你打開海峽，你應該多謝我。但係如果你想搞事嘅話，我都唔驚，你就係咁嘅意思啦。不過我係將佢嘅川普講嘅說話稍微翻譯嘅一下，結果第2日中共就明確要求伊朗開放海嘯。點解呢？因為美國確實美國反封鎖反而鎖住佢伊朗同中共兩個國家嘅喉嚨，所以中共而家自己都頂唔順。但係中共其實已經開始向伊朗施壓。至於俄羅斯呢，同一時間對於美國封鎖海峽，俄羅斯就話佢嘅意思，佢哋唔同意見，所以而家普遍認知咧都係俄羅斯對伊朗嘅支持咧都明顯削弱嘅，或者可以話係謹慎克制。因為俄羅斯本身有2個原因，一個係自己資源緊張，忙住同烏克蘭打仗，而且而家開始慢慢出現唔利嘅情況。第二咧就係唔想同美國直接衝突，所以伊朗對俄羅斯都好唔滿，甚至公開講話俄羅斯佢真係企咗自己嗰邊，呢句係原話。咁所以咧，中俄外長咧最近大概係尋日緊急見面，俄羅斯嗰邊拉夫羅夫就飛咗嘅中國，但係最後其實佢都冇做到，所以都只係停留喺口頭上，淨係講下大話，口頭上支持伊朗，但係實際上行動上咧都係觀望。咁所以有記者都問啊，就問白宮話係咪2個禮拜之後停火，到期就會自動延長啊？咁白宮就話佢咁，所以而家中央司令部就話我哋子彈已經上膛啦，準備好晒。loaded and locked，隨時可以開火。咁所以咧，仲有海克塞斯今日嘅新聞發佈會都講，喺停火期間，我哋見到你嘅移動軍火武器同部隊。佢話我哋清楚你哋調動咗啲咩軍事資產，都清楚你哋會調去邊度。即係話我哋警告你啦，我哋咩都知，你走去邊都冇用嘅。明明對伊朗嚟講，而家每日面對4億4千萬美金嘅石油美元落空，喺1個月就損失咗130億石油工業。去到4月下旬，大約4月25號到27號左右，
所有油管都裝滿咗，所以石油工業就一定要停擺。大家都知啦，我見有觀眾朋友同我講，油井係唔可以停擺嘅。如果油井停咗，要再恢復產能會損失30%。其實我都唔知，不過無論點講啦，依家咧海嘯橫啲人哋嘅船已經行緊啦。過去幾日已經有130隻船走咗。依家伊朗你淨係用把口去封鎖海峽，中俄又用把口去支持伊朗。你話呢啲淨係靠講嘅嘢，人可以幾多日啫？係咪先？穿煲之後點算啊？係咪先？咁呢個就係問題啦。咁所以伊朗依家面對咗真係叫做印咗8個字，我哋中文有8個字叫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對伊朗嚟講，依家就係要睇你要糧食定要核彈，你係要餓死定係要俾人炸死，就係咁嘅情況。不過我再講多句呢，呢2日網上都傳得好勁，包括方文都傳咗呢個消息，喺度同大家講聲唔好意思，話中共國防部長董軍警告美國唔好喐中國嘅船，引起咗一個疑問：中共嘅軍艦係咪真係會趕去波斯灣幫中共同伊朗嘅油輪護航？但係呢，後來發現呢單新聞係假新聞，簡直就係嘅。所以而家上網真係要好小心。關於董軍嗰個講法係人作出嚟嘅，根本係呢回事。所以你話中共硬淨咩？佢連句硬淨嘅嘢都冇出現過，全部都係編出嚟嘅。仲有話咩習近平駁斥川普嗰啲警告，呢單嘢尋日都係假新聞。所以有時候邊個編呢啲假新聞，邊個？我覺得最終我覺得就係中共自己編出嚟嘅，因為佢又唔敢反駁。係咪先？佢又唔敢官方出嚟嘅，咁呢個就叫做駁川普面子啊！咁所以呢，只好揾個假賬號咁樣放咗新聞，希望大家會信，稍為改變一下中共俾人壓住打咗呢種氣氛。你覺得係咁啲咩？就係呢2單假新聞，董軍嗰單新聞同埋習近平駁斥川普警告性嗰單新聞，你覺得呢啲係邊個出嚟？係咪中共出嚟，定唔係中共出嚟？我哋再講下自己意見好唔好？我想睇下大家點判斷，見到呢啲新聞，依家事後我哋知道係假新聞，邊個編呢啲假新聞嘅？好啦，咁琴日仲有一個消息，就係川普對霍爾木茲海峽嘅反封鎖。點解反封鎖會大獲全勝呢？你啲標普500就得啦，標普500指數琴日又創新高，係啊，就創咗歷史新高。納斯達克都係歷史新高。至於道瓊呢，道瓊就30間大公司啫，佢哋強代表性嘅，咁所以。納斯達克都突破咗24,000點啊，標普500又突破咗7000點大關。其實成個伊朗戰爭引致嘅股市下跌咧，唔係 U 字形啊，完全係 V 字形啊，築底反彈啊，完全翻到原本嘅高位，仲要更高。咁所以其實咧，股市已經投咗票，話俾你聽，伊朗反美國封鎖呢件事咧。依家提出咗一個方案話，如果最終可以達成協議，避免再有衝突，伊朗可以考慮讓船隻經過霍爾木茲海峽靠近阿曼，即係南邊嗰邊嘅水域自由通行，就唔會再面臨我哋嘅襲擊風險。如果係咁嘅話咧，我幫大家翻譯下呢句說話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唔敢再睇住啦，但係我哋都要顧住面子，所以你唔好行我呢邊，行嗰邊就得啦，就係佢嘅意思。咁樣我哋咪叫做咩機械波下女哋咯，俾個下台階，我哋就唔封鎖啦，就係咁嘅意思。當然啦，好有可能嘅所謂嘅封鎖，其實淨係得把口講啫。好啦，另外咧，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依家真係好似做緊川普嘅一個知恩圖報啦，係咪？因為當初川普停咗印巴衝突嗰單嘢都有可能，我只能講可能仲有一個可能性。就係中共佢背後頂住咗條腰，催咁快啲去談判啦。所以咧，佢專登走去伊朗，喺德黑蘭同伊朗傾偈，話俾佢聽，不如我哋都係講和啦。完咗之後咧，據講咧，最新消息話，伊朗話傾完之後，伊朗話如果佢建立框架之下同美國再傾新嘅談判，完全冇用，所以美國一定要履行承諾，仲要放棄佢哋過分要求，意思就係話唔傾。睇落好強硬噶啦，但係而家嚟自伊朗嘅所謂強硬都好，咩都好，其實都係咁。
伊朗講咩都唔算數啦。你可以咁講，因為佢講大話隨口嘅，所以真係要冇行動，咁所以都解釋唔到嘅。但係特朗普就話英國國王喺美國之前，大概戰爭就完咗。英國幾時嘅？4月27號就佢啦，今個月底就到。所以咧，特朗普係幾樂觀嘅，就係咁。咁所以咧，特朗普係幾樂觀嘅。咁到底實際情況係點呢？另外再快啲講一講特朗普5月14號到15號訪華嘅行程，而家點樣呢？美國就咁講啦。依家南華早報啦、經濟日報啦、明報啦，喺港台媒體就報咗出嚟。佢哋講嘅係咪真？我覺得係真。點解呢？因為咧，呢個就係中共嘅出口轉內銷，因為雙方已經達成協議，美國唔想講，但係中共就要泄露出嚟，要管理外界對所謂川習會嘅期待嘛。所以南華早報講咩呢？就話訪華行程由3日縮短到36個鐘，變咗做一場叫做旋風式嘅訪問。喺5月14號到北京，15號就離開，全程都喺北京，只係到北京逗留36個鐘頭。